大家好，今集講下港男結以火鍋放題結婚擺酒。有港男喺某個臉書社交平台發帖，分享出席火鍋放題婚宴嘅經歷。佢話最近有人結婚，唔係酒樓，唔係去酒店擺酒，係包咗間火鍋店放題，因為好多餐廳晚市平日都冇客。暗示喺火鍋放題店包場，比喺酒樓或者係酒店更加平，新人支出少啲，而且因為圍位自助任食，賓客又食得開心，可謂一舉兩得。呢點呢，其實我都認同啦。結婚呢係兩個人事啊，咁當家開心就好，無謂次次要攀比或者介意人哋眼光。回歸結婚擺酒最基本，係最樸實無華。港男又表示呢一個對情侶非常有創意，更選擇唔派餅卡，改派堂記包點嘅蒸飯換領券，結果冇人鬧之餘，仲要班長老同親戚大讚實用啱食。貼文呢係引發熱議，一方網民呢就認為呢一對新人呢都好慳錢，cheap 咗少少，別一方網民則不認同。cheap 唔 cheap 睇你個人點睇，結婚擺酒都係做 show 俾人睇。樓主透露，火鍋放題婚宴有和牛食399蚊，和牛餐都 cheap， 你自己食放題都唔會捨得食啦。唔少網民關注人情收幾多，係咪可以封少啲啦？咁樓主咧就表示佢付嘅人情金額咧就係500蚊啦。但係某婚訊平台生活早前公布，酒樓同埋酒店嘅人情中位數為800蚊至1000蚊。我覺得婚宴當家咧就表明費用大約幾多就最好啦噶，畢竟大家都唔拖欠就最好啦。有網民就問，擔心火鍋店擺酒唔能夠放映成長片，呢一婚宴指定動作，咁係咪唔使再睇成長片段？不過有網民表示，成長片段根本冇必要，睇完只會覺得尷尬。其實我都贊同啦，不如當家自己拍翻個 MV， 如果有人想睇，咪自己去睇衝。唔少網民大讚咧喺火鍋放題店擺酒創意十足，而且經濟實惠咧，可以着得輕鬆啲，同埋揀自己中意食嘅嘢，最緊要個個開心。喺新人咧又可以隨時坐低同朋友傾偈，順手空幾嚿肥牛食，唔使掛住換衫，冇時間食嘢。某程度嚟講係 win-win 雙贏。